路面上拢是一粒一粒的石仔，停伫路边的车辆马上牵到。有着92档历史的市定古迹林百货5楼顶悬护岭下开粉刷站石仔落落，市府文化局赶紧到现场会勘。应该就是长期就是水从裂缝进去之后，然后加上一些温度变化，这张冷缩长时间的影响，导致于粉刷层跟结构层之间有脱落。那因为这个粉刷层的厚度相当的厚，达到6、7公分左右。护岭因为年代较久，加上建筑表面地中冷缩，才造成意外。目前针对林百货3个徛面进行检修，把有冷气的粉刷站摕落来，后续搁讨论修复事宜。跟专业学者来讨论后续该怎么样去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强的一些措施可能或许采用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辅助的工法来增强它未来这个整个粉刷层的一个固着能力。有整修是好事啊，因为我们昨天经过的时候还没有整修，然后所以才想说今天来看。那他如果一发现有一些危险，他来整理不是蛮好的。林百货建伫1932年，是府城标志性建筑，俗称古战楼啊。文化局伫2010年启动修复工程，完工到今已经超过10档。那时候为了防震的需求，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大概就是5公尺见方的一个格子的钢筋结构所构造出来的，在整个安全实际上是无虑的。可是那个剥落难免啦，我觉得因为年久嘛。换墙落落的详细原因，文化局会搁牵文主委员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来讨论。未来嘛会强化古迹历史建筑的巡查甲检修工作，避免类似的情形发生。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